我嘅普立茲獎相片咧就係拍於喺2020年喺美國嗰個黑名貴嘅大示威啦。咁當時就嗰個運動咧，其實就爆發，有2張相片啦。咁同佢哋嘅團隊一齊贏咗2020年嘅普立茲獎啦。我較為中意嗰張，有一張咧就係有個警車咧，就係俾嗰啲示威者阻住唔俾走。咁嗰個女仔佢挺身而出嚟，即係阻止其他嘅示威者攔住，讓個警車走。其實好多人睇到個示威活動就睇到班年輕人喺度破壞嘅嘢啊，各樣嘢，但係其實示威裏邊有一班唔係一定破壞嘢嘅，其實有一班係阻止，即係其實一個示威活動裏邊有2面睇噶咯。其實我嗰2張圖片正好表達咗較為和平噶咯。今次嚟可能係打風嘅原因啦，就係得一個人喺度影緊相，整個香港個 skyline， 中間有一支火炬 connect， 即係除咗香港、澳門、廣東咁樣大家一齊，其實一種互助咯。大橋啦，係嘛？高鐵啊嗰啲，其實都係人與人之間都係一種連接，好重要嘅。希望可以帶動到香港嘅經濟恢復翻更好。我回憶翻以前去過澳門啊，要去碼頭買飛等船。咁依家你哋45分鐘內可以由香港去到澳門。嗰日日落，我哋又睇翻嗰條大橋係嘛？係啦，話好長嗰條橋，即係嗰個建設啊做得好好咯。呢個係令我係好 amazing 嘅咯。未來城市其實依家大家都係走向咁高科技啦。未來嘅城市其實依家發生緊咧，其實，但係舊嘅嘢未必係唔好嘅，唔應該就係忘記咗我哋嗰啲傳統嘅文化咯。其實我哋喺海外點解咁驕傲咧？就因為我哋係中國人，我哋有我哋個好獨特嘅文化，希望唔好俾嗰個科技摧毀咗我哋嘅文化。其實我哋喺海外好渴望接觸我哋中國嘅文化啦。其實我好希望通過我嘅圖片，至少啲英國人會 question 啊呢啲咩好得意啊，從呢啲咁樣嘅方向，希望可以傳出去咯。